媛她不是在跳插床舞吧？插床舞？嗯，就是，咦，我干嘛多管闲事，惹得一身晦气？哎，流得我一手口水。你的手怎么开始老化了？好严重啊！你还不去看病啊？你不用怕，我不是坏人。其实我也是一名医生，基于医生的本能，我不能看着你这样不管。走，我带你去看看。谢谢你的关心，这是我老毛病，我自己可以处理，不用麻烦你了。不行！你知不知道皮肤急速老化很有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体内细胞急速死亡，甚至发生异常状况？严重的话，很有可能会暴毙的。我知道了。不用怕，我知道，一个人来医院难免会害怕，没关系，我会陪着你的。走。哎呦，好疼啊！这哪疼？哪？好疼啊！轻点。那怎么办啊？他经常这样，一会儿就好了。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去那儿挂个号啊？还可以。啊。那你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吧，我去帮你登记。哦。那你就先过去，我在那边等你。为什么？这儿就有椅子呀，为什么要去那边啊？把你正确号码存进去。哦。好吧，行，那你就在这等着我吧，我很快就回来啊。喂，华宇，你在哪？你好，挂一下号，来救我！填一下单子吧。忘记问他拿社保卡和身份证了。